不是我们甚至都要谈哦。对。今日的交代是啥物啦？你还没收红？我收红很好啦。恁会看后礼拜顶？那邮局现在OK， 因为对啊，邮局现在也不是很。我寄一个 package 去阮囝，25封内底拢伊爱食，拢啥物拢伊爱 spicy， 都是咱台湾人的 spice 吼。啊，寄去遐，规个拢无去。啊，天哪！我以前7月2号寄到即阵。你用这个？我用邮局。你到用迄个 3D 的迄种的？无 3D， 就是邮局 package 啊。对啊，因为迄个邮局的 package， 迄个 3D 的吼，讲早是 2D， last week 开始就 3D。有人在上面有 priority。有 priority。还有做 tracking 啊。对啊，啊 tracking 就讲 in transit， 啊伫咧 Sacramento 的 post office， 啊毋拄拢无啊。我嘛 email 去甲问哦，拢无，伊就讲，即摆看起来，若是到时你才申请保护，烦嘞。啊，我甲你讲，足侪人咧，我熟悉迄个800，足侪安尼咧。啊，寄去迄个目睭，有当时寄几落个月拢还袂到咧。啊，因为即摆邮局的素质真歹，即摆非常歹，因为即摆以前咧入去邮局拢爱迄个 background check， 你知？即摆毋是，即摆你若入去，你有朋友，你若你搁牵朋友就入去了咧，迄是邮局的人讲的，讲伊即摆的素质真歹。呀，啊，所以足侪呢，我迄个mailbox迄个朋友，伊啊一日敢会甲应付这人客安尼，物件定放价，即摆啊，所以阮囝足晚头佫甲寄迄伊足爱食迄啥物麻辣酱蛙糕到米糕，啊，佫甲寄迄个。无说伊迄辣椒酱，我食伤济，我知又无食。一个 package 25公，拢无去，7月寄到即阵安尼，已经无去啊！我相信无去啊啦。已经叫去。系啊。你绝对要去。系啊，啊是无重要物件啦，啊毋过迄物件伊伫遐买袂着。所以平时卖用邮局诶。卖用邮局，迄当阵，阮朋友就想讲邮局吼，邮局一个 box 吼，伊有安尼一个 box $10，安尼，啊伊讲即摆用 UPS 较好，UPS FedEx， 有 PowerPoint， 无迄个 PowerPoint 嘛，啊，你在讲。啊，无咱来唱歌诶。我无法度去控制这，我袂当去迄度。所以，咱伫遮咧唱诶时阵，因遐嘛是上比白白啊，敢无？咱遮看伊就比白啊。对。无你讲 PowerPoint 你用你唱信息诶时阵啊，共款啊，你听，咱唱甲弹是同时阵接迄个麦克风，所以咱啥物呢？所以我是甲你讲，你了解。啊，袂当命啊！啊，伊听无更听声。我来讲，你信息嘛，你是拢低调起来对个。无。哦，我咱即摆就变做讲拢带，啊，然后。行以前学校。以前学校。就变做讲，因感觉效果若无好，就请因来底带。这事实就是，咱无法度讲。咱搁用安尼个配合因咧上网。你若要爱现场弄效果，一定要有3个同工甲我斗用。我家己无在调啦，坦白讲。你若人即摆咧教更强诶，要用嘛是讲几落个 video。系啊。我就是讲。我是讲这个礼拜长，了后我才用这个。迄个。无 live stream 啊？有啦。有现场吗？有现场啦，爱效果会无好啦。啊，这个我是搁后置。对，我是说你是要后面才播上去吗？有 live stream， 我没有说没有 live stream， 不要 apply 太多了。我只是说我要录起来，因为要在后置。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想？因为那天他们想跟我一样，一个爱想的话，我唔知马上打电话给你 ，make sure 你的意思。
对，我嘛是对对对，啊因为我现在就是要录完呢，我做后那是后置，我后置了解我再拖上去。那个我了解。罗淑玲，来啊，罗淑玲高赞。我上爱迄色啊，宝蓝色。这样。你就跳舞咧。现场讲听较有啦。你是讲你跳舞？有爱被看不乐，有爱被看不。二来。没可能，我考虑了。阿红，我这。因为早上你那个。对啦，你即摆真好势，是。啊，这个可以出来了。快，你给就知道。行。哎呀，你给就知道。你给就知道。12块。一共12块，12块。快出来，你快出来。你讲那边跟12公里。快，你的阳光给它传亮。阳光，阳光怎么？阳光太阳。做咱这个会吼，爱有分级。你是讲你这个会还是我做你这个？我说你们安尼输好啦，我说在。哦，是，对这，看，哦，这有啊，这有。无要紧啦，我行的啦。嘛不要紧啦。你敢有听到？有啊，应该是有啦。高炸，比你一个高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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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往快的话控制，他只有他们俩上来，只有对。你告诉你，猪油，还有我你，迄个文化，大事，听着声了不？我属于。
时间这边讲哈，即马请吴顺英来提到，吴顺英是不是？请你来起来请伊才看得到。是。肯定。咱家己的声音语。咱三工来做三季，应该以前的准备。也互我，你是我的梦想，我无欠欠。伊互我倒着青春的走步，带我行着安静的水边。我的灵魂情愿，为着你的名，带我行伫。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免惊灾害，因为你甲我伫着，你的腿。如果对这个面前，你甲我摆设用你的油画我的头壳，互我的批画出来。问题甲自卑的确要对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起伫遐有关系。你要上一段感谢你，我今仔日来到伫你的面前，会当入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我的心满心欢喜，感谢。这是你互阮最大的恩典，阮的心因无你的厝，阮的心因无你的言。主啊，虽然阮久久袂当来到伫遮，因为禁止毋是阮无爱，主啊，你万在阮，阮会当一直来到伫你的圣殿敬拜你，伫遮阮欢喜、阿罗感谢，互你欢喜阮。阮三甲伫咧，主啊，虽然魔鬼创言要来害阮，亲像埃及人对击以色列人，总是结果绝对是你的日性。你伫遮磨练阮，互阮伫安静的时间会当想阮家己的过去、家己的现在、甲家己的将来。因为主，我有时伫世间的落落无用，我用真侪即个安静的时间。主，我感谢你相信阮。也想是阮勇毅的心灵、勇毅的肉体来到伫你的面前，伫你力量的赐福。我若看到遐悔哉的人，就爱逃走，实在是有时有感觉到真心情艰苦。主啊，只有你有答复，通解决这个代志。人拍拼要灭火，是主啊，遮有要有做，有做。riot 安尼，
你讲叫阮伫平安的时袂晓通感谢，主啊，定是你手势的地，阮知影因所做的对甲毋对，伊安怎？主啊，阮诚心来到伫你的圣殿，阮来将阮的心心灵一切放伫你的内面，就你家己圣神做工，帮助阮。阮今仔日的敬拜得到亲像你的接待甲赐福，阮来像今仔日的敬拜。交伫你的手，就你目前你的路途所要讲的，是你感动你感动阮接纳你所要通过伊讲的，阮的灵命得到力量，我来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阿门。直接请。因为天离开对甲定耶稣爱对敬畏你的人也是甲定，当离开西有偌远，耶稣爱你互我犯的罪过离开也是甲定，老爸怎样怜悯的囝，也互我怜悯记恨伊人也是甲定，请咱来念圣诗无上帝，圣诗第44。
概念，你就尽心尽性去帮助你的上帝。这个是多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一个你就听得出伊亲像人。这种了解是专门展现你的功好。我有新的概念给你，就是你就什么看，亲像我看你听了我啥，你那啥个，就拿来给你在你喜欢先加谁？加来，第一轮，第一轮。第八篇，第一文第八篇51页，好在哈。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我的名是主。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量。我的名是主。虽然有quân兵怎样来攻击我，我的心也无惊讶。虽然天气多变来攻击我。我永远自在。有一项事，我对耶和华求。我永远地爱你了。就是一世人徛起伫耶和华的厝。我也有笑脸。因为患难的日子，伊咧暗示我。伊也有来，将我放在伊保庇、放在的所在。我的头壳得到鼓起，我的伫伊的保庇显欢喜的节，我的灵犀，我的主我乐摇。耶和华，我出声求救的时，求你听，都求你听我。你捌讲，你就心无见我的面。你是我的心对你讲，我的心无见你的面。唔通对我你的面。唔通是来看你的路途。你平素是做我的帮助。是我的上帝啊，帮助我，让帮你我。因为父母已归我，然后我的受留我。然后求你用你的道理指示我。因为我对着的路所爱的爱的路。我来看圣经。第出埃及记14章第19安尼31节，出埃及记14章。我有写伫遐个。耶和华甲摩西讲：“你吩咐以色列人高等在营地。”我是讲着19节。上帝的使者本行伫以色列的营前，煞来行伫因的后边，阮条也对因的头前煞来看，因的后面伫埃及营甲以色列营的中间，一边有云有雾，这个年是发生跟冬眠2年月3日，摩西就伸手起海。耶和华同伊有东风大起，有海退去，水就分开，海就真多。以色列人落海中惊大，水就因的生命真做伤惊。埃及人为这面发落一切的马车甲兵器，拢对因到海底。到天要光的时，耶和华对云甲火朝中下落看，埃及的军打乱因的队伍，不互因的车落乌地行，直到埃及人讲，咱就对以色列人的眼睛就走，因为耶和华为着因甲埃及人道歉。耶和华甲摩西讲：
伊伸手指海水倒转来淹灭。埃及人甲因的车，因的马，摩西就伸手指海，到天一个光，海水不照，埃及人得走水井伫因的头前。耶和华就将埃及人车倒用水就翻流，因捌车的车角的。法老的全军对以色列人落海的，连一个也无饶过，都是以色列人伫海中行到，水的因的墙壁，加做因的墙壁。以及耶和华安尼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信息离开埃及，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对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不信服耶和华，他联络摩西。这条恰是来甲咱讲说，伊的这个就是学习。当然了，原先在以色列大队前面的上帝的天使，现在转过来殿后。云柱也转到后面，隔开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云使埃及人陷入黑暗中，照明了以色列人。因此，整个晚上，埃及的军队无法接近以色列人。摩西下海伸手的时候，上主兴起了一阵强烈的风，把海水吹退，吹了一夜，把海水变成了干地。水就分开，好像两堵墙。以色列人走在干地上，过了海。埃及人追赶他们，连战马、战车和骑兵、骑兵都进到海里。在破晓的时分，上主从火柱和云柱中观看，安其军队，使他们翻身混乱。他使埃及战车的轮子陷在地，不能转动。埃及人说：“上主帮助以色列人攻打我们，我们赶快逃。”上主对摩西说：“向海伸手，使水合拢，淹没埃及人和他们的战车、战兵、骑兵。”于是摩西向海伸手，天亮的时候，水又恢复了原状。埃及人想从水里逃命，但是上主把他们赶回海里，海水复原，淹没了所有的追赶以色列人的战车、骑兵和所有的埃及的部队，一个也不留。但是以色列人从当地过海，水分开向两堵墙。那一天，上主从埃及人手里拯救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他们横尸岸边，但以色列人看见上主用大能击败了埃及人，他们敬畏上主，信赖他的仆人摩西。乔老师从来提的。用上个阿爸来提根，准备看我的预备。我哋正来献出你嘅乐嘅祈祷。伊，阮伫2020年，相款体会到，大概4000年前，才会出埃及以色列人同阮本地驻地甲阮三个，利用规条用盾条来保守阮，互阮当阮咧面对即个疫情的时阵，有助力特别的看。头前下路会怎样是无明，亲像过去以色列人出埃及共款。但是阮
会通签做一项事，就是阮共款有注定当官课，这是阮的功课，也是阮逐工所爱学习的。阮伫遮恳求你来保守阮所徛起家主这个所在。伫今年特别严热的时期发生的时阵，发生侪的野地的大火。我来看见侪伫遐咧救火的人因真辛苦，甚至有人丧失因的性命。主，阮求你会怜悯降落这个土地，亲像你过去降临伫以色列人一样。阮学习，我靠你，逐工过你的脚步。希望阮头前的路有知，希望阮伫这个困境的中间，阮无法度来去家己，但是阮学习来我靠你，逐工照阮的脚步来对你。主求你来甲阮三甲彼得，阮搁一摆倒转来伫礼拜堂组织来敬拜你的时阵，阮凭着信心，凭着仰望，凭着祈祷，凭着交托，凭着顺服的心情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继续来带领、来保守、来医治这个土地，阮会当早一日来恢复正常的生活。特别佮将遮的第一线在房产底伫医疗顶悬、伫生活的顶悬提供需要遮的工作者来献上祈祷，以保守因免拄遮病困的攻击。阮为着今日组织献上感谢，祈祷主耶稣的圣名。咱真欢喜佮倒转来伫礼拜堂，这是第二摆佮倒转来真正恳求上帝继续来带领保守啦伫咧看迄个咱北美洲遮的疫情，就拢一直咧慢慢咧降虽然中南美搁咧亚悬的中间所以这个真正是毋是咱顾好就好有足侪迄个交通、旅游出入相关伫昨搁有看到迄个新闻报道。某一寡所在的大学是迄个政治的即个场所，有真侪人拢甲上帝名放伫咧喙内底拢无要挂喙这互人烦恼啦嘛为着这来祈祷，愿主怜悯来到伫咱的中间。咱前礼拜有讲到用耶稣的话来定义讲教会是什么咱会记得。耶稣哪定义无？主要甲咱考试耶稣讲凡若奉伊的名组织的，要同心合意祈祷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祈祷，就要得到回应奉伊的名组织，伊就伫咱的中间所以，这个甲上帝的关系、甲人的关系是一个真重要基督徒的课题。真侪人拢讲我着家己灵修就好啦，迄叫做灵修，迄叫做retreat，迄叫做退休会。但是迄无甲人直接，甲人的直接是啥？甲人的直接是信仰的实践。信仰若无实践，就叫做信仰。所以，伫咱开始来用安尼来思考的时阵，咱要倒转来，今仔日要倒转来，伫迄个奉主的名，两三个人同心祈祷，咱用祈祷的角度来看见咱的信心的功课。祈祷是啥物货？是讲信心是啥物事？是咱时常爱去思考的代志。咱讲教会就是信仰实践的场所，信仰实践就是迄个信心的训练所。咱讲我甲上帝的关系足好诶但是以色列人受上帝来呼召，加出说明伊甲上帝的关系哪应该袂歹但是若拄着代志的时足后一项代志叫做啥？害惨。但是这毋是信仰的表现所以咱会当恳求，但是要安怎用迄个态度，也是讲用什么款的生活活出来，有迄个见证讲，我就是有相信，还是讲有信心的人过海有用的。咱对圣经的故事记载来看当然是无用的我毋知咱知影台湾有迄个
日月潭迄个游泳，即足侪人爱去挑战迄个啊，大长你知影？迄个3000公尺就3公里长其实每一档拢有人饮食，身体袂爽快，因为迄个日月潭的水其实是足冷大家拢爱去挑战，挑战摕一个证书回来感觉足好诶。你注意甲看即张图，这就是迄个3000公里了，3000公尺是个3公里诶即个远边仔拢是啥物货？救护船，你有看无？虽然足侪人领着迄个证书回来放到边足好，但是点呢？其实足侪人要落去的时阵，迄种心内惊。虽然边仔有汉济咧救护诶人，但是有足侪诶挑战伫迄个内底。无容易，特别是咱看见着圣经记载，以色列人要行落去，源头提升，阁是迄个应遮尔野诶一个海，咱来想象迄个图面啊。咱莫讲行落去啦咱坐船啊有真侪人坐船就爱食药啊，你知影？我诚惊，像过去伫台湾信徒出去要去坐船伊咪讲好咱来坐船看迄个海岸离啦，迄边讲你会晕船呢？我食药啊，你搁规座路用去做。讲我嘛去安尼足侪人对海是足惊啦！你看咱台湾的沿海是安怎马祖庙汉济？对因来讲，马祖是一个海市，是一个保守的人。当然，咱知影伊实际是一个宗教的公园而且伊的后代即摆拢是做基督教，甚至做牧师的啦这咱有机会，牧师捌甲咱分享过有机会咱会当再来讲。这个表达是讲人对海的烦恼甲忌。咱有足侪诶软弱甲惊，我想这咱爱承认咱毋是迄种有法度去控制咱诶周围环境。当咱会通承认咱诶软弱诶时阵，咱才会想要去挑战。咱若准袂去看着家己诶软弱，家己诶无好势所在时阵，咱真有可能就是讲咱讲目睭糊起来所以看袂了，嘛无感觉家己需要啦我用圣经中间几个例啦咱有看到挪亚的大船当然，迄个是一个真特殊的代志。上帝看到这个世界人拢犯罪啊，就是大雨啦做犯罪来救。但是你也知影讲，迄个水对这个世界来讲是一个毁灭的，是足通惊的一项代志。毋是敢若对以色列人是安尼尔。咱对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内底，咱看以色列人后壁迄个追兵埃及伫当初是无海军的，只有陆军。伊是一个陆上的民族，因嘛对水真惊吓，对水也真惊。咱看到约拿的这个见悟，约拿的见悟是啥？当伊要逃走的时阵，上帝要叫去尼尼微城，伊就叫人逃走。上帝叫去行落地，伊就去坐船因上帝无伫海内底。有啥物咧讲？当迄个船公咧甲问讲你是甚物人的时阵，伊讲我是相信迄个掌管大海甲陆地。伊有啥物咧讲？伊的头壳底伫希伯来人伫游牧民族的想法内底，上帝敢若伫倒位尔？伫陆上尔以色列人咧看海是死印。约拿书第2章，你甲看会记到海的这门拱，那像阴间这是伊咧形容用以色列人、希伯来人的角度来咧看。所以伊当拄着大风的时阵，伊才知影讲原来上帝嘛是掌管海洋，嘛掌管大风的。伊尾仔甲迄船讲啥？你甲我等下，就无代志。所以迄个时阵，伊就深信上帝是掌管这一切。伊生活中间，咱若看见温度2界拄着风影，有同款的雨景无同款的这个
艺术也是讲教导吼。啊，咱咧看着讲，因伫船顶倒着风的时阵，啊，耶稣伫遐咧困，耶稣迄个死啊，伊竟然搁咧困吼。第二摆是因伫暗暝啊，已经坐伫船仔顶，拄着大风浪，耶稣行水面过去时阵，彼得看着，学生也看着，讲，迄是啥？迄是鬼吗？然后耶稣甲伊讲是我，免惊。彼得甲耶稣讲，我嘛要行水面，这个就是。耶稣互彼得行水面，但是彼得煞无去。迄个时阵，彼得所展现的是啥？是软弱，甲看到困难的眼光，伊无看到甲伊行做伙稳准伊行水面的耶稣。因为伫使徒行传，咱看见保罗的尊难，吼，咱伫过来的查经的中间，小罗会去讲到这个。就是保罗要去用上去伫罗马审判这路中所拄着的，咱伫迄个记载中间也会通了解看到保罗咧甲遮个军官、遮个人咧形容迄个将官大风的启示以言，是迄个背后看顾保守有掌权的神。所以伫遮咧甲咱咧描写是讲，当咱拄着遮风影。其实就是咱咧讲的人生就吼，咱咧讲我毋免坐船仔出去啊，吼，我甲伊无关。其实伊咧比喻的，伊咧形容，是咱人生无法度掌握管理，无法度靠家己度过的艰难，即个物件。所以，咱伫遮请做一个软弱的人。上帝对圣经内底的即个软弱。伊另外一个经文，马太福音18章，咧甲咱讲吼，你爱饶赦人70个7摆，咱通常拢咧讲饶赦，咱少去看到迄个焦点，人的软弱。人的软弱是安怎？我下次不会了，再来，下次还是一样，有无？这是咱的软弱啊。上帝要甲咱讲，伊要体贴咱的软弱，70个7。491届，你就当免招商。问题互咱，咱就讲这个心啊吼。保罗伫罗马书14章第1节到12节所在，伊讲你来接纳这个软弱的。但是咱若对提多书来看的时阵，保罗已经清楚解释对遐刁过伊做歹人，第3摆就无要有机会啊。但是对真正软弱的人是安怎？爱接纳伊。爱了解伊的见解，莫甲伊伫遐相济。啊，这是无共款的对象，也是讲对咱来讲，咱要安怎去看上帝？上帝知影咱是软弱的，伊会听咱的角度。有影安尼无？耶稣基督伫世间上的受难，咱毋是用这个角度吗？上帝就正着安尼来体贴接纳咱遮软弱。伫过去几工的即个地方上内底，咱一直咧用迄个出埃及记的以色列人的代志。其实历史上咱会当看见上帝互以色列人甲基督徒足侪的机会。啊，比如讲保罗伊本身就是一个足好的例，啊，佫有彼得上帝耶稣基督毋是互机会，甲问3摆，叫伊好人过来。倒我了后，基督甲问：你听我3摆？主用伊的怜悯，互咱真济的机会，互咱伫一摆搁一摆的软弱失败的中间，会通安怎甲伊搁结连有一个好的关系。其实住伫埃及430天的以色列人，因伫遐对天咧发讲：看艰苦啊，阮受劳累啊！迄个上帝啊，你伫倒位啊？因咧讲上帝其实伫里面嘛，430天啊，伊已经捌啊，但是上帝伊永远无机会，因为伊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相款的概念，更伫咱今仔日会伫个心上。牧师最近一直咧强调讲，上帝有互埃及法老王甲埃及人机会，
有影无？咱真侪人拢讲，上帝吼，敢若欺负埃及人甲法老王啊，用10摆的灾难，啊，你有想过无？迄10摆是上帝无欺负，敢毋是安尼？你来看圣经，你注意来看，每一摆拄着灾难了后，法老王心就软好啊，互你骗。然后呢，佮开始心佮硬起来，我佮甲你掠倒转来，佮禁止恁出去，一摆佮一摆佮一摆，超过10摆啊以上啦吼，啊才会机会上帝互伊来了解，来试看卖会当接纳摩西所咧传达迄个上帝阿父，但是真可惜。到伫咱今仔日的经文来看，因无安尼吼。上帝互出埃及的，带伫埃及内底以色列人机会，上帝用什么？用10个灾难，用风跳，用火跳，用红海的阻止困难，用乌壁的堆冰，用过红海了后的欠水欠食物，用过伫旷野甲对敌，我甲旷野甲对敌放做伙，拢是关键。用耐心听候来训练因，用摩西伫山顶40天的时阵啊，因挡袂牢啊。你有感觉这段的经文记载作成伫这个埃及的法老王无？法老拢用家己所挖去的生命来要甲上帝对抗。这个时阵的以色列人做啥物代志？因挡袂牢了，开始叫亚伦讲。恁替我做一个上帝，有无？去做去。再来，当摩西找12支族的代表去到伫迦南地去谈的时阵，迄嘛是一个考验啊。我记一感觉，敢咱兄弟姊妹伫拜五时讲，民主制度毋是上帝的意思，顺服才是上帝的意思。10个转来讲啊，因人。官腔佮大汉吼，足有力的吼，咱毋通去。投降主义，即摆嘛是还佫有吼。但是约书亚因2个人讲安怎，预言上帝应允咱，迄个就是咱要去的所在。学习挖课啦吼，再来上落尾要进入迦南地是爱跨越迄个约旦河，咱明仔载会伫我信的经文会去讲到约书亚第3章。我留伫迄个时阵，咱才来讲。咱面对咱的苦难来讲红海，还是讲借着今仔日的经文来看是红海，还是讲咱所看到的大水、海水，对以色列人来讲，海水是一个阴间的权势，是撒旦的权势。就今仔日咱启言的经文诗篇27篇。咧讲上帝甲咱抛伫迄个关怀，伫几礼拜前牧师捌用迄个石头来甲咱参加分享吼，甲咱抛伫迄个关怀意思是离开迄个攻击，迄个攻击。上帝要保守咱伫，咱咧面对即个大水、海水的时阵，无论是伫拿爱的时代，无论是伫约拿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咱拢看到是上帝伫迄个背后，伫背后。咧，甲咱保守咧个，咱会看见鸿雁，亲像即个温度所拄着的鸿雁，即个讲迄大水啦吼，一寡船啊沉伫迄个海底安尼吼，对因来讲，即个等于无死去，会变做古迹。鸿雁就亲像温度伊所拄着安尼，因伫迄个所在拄着因的艰难。所以，甲耶稣讲啦，主啊，要死啊！迄个艰难是互因感觉你要死，要丧失性命。迄个艰难，这嘛亲像伫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因拄着红海的考验共款。共款埃及的这军兵，因嘛是拄着即种的艰难。虽然因感觉足奇怪吼，以色列人行过拢无代志，300多人安尼行过啊，慢慢行，拢无代志。啊，阮徛到紧。竟然拄着物件，是迄个苦难是上，咱讲对兵，对兵，这拢是咧形容咱的困难，
无事甲这物件拢摕出来想，这拢是咧形容迄个困难。当因到伫红海时，看到迄风涌的即个红海，因会着惊；看到湖边的水兵，伊嘛会着惊，所以因伫遐佫喊安尼惨。对当时时来讲，埃及的即个战甲600台的战甲，好哪亲像今仔日个美国的 F-35，也是迄个洲际飞弹安尼，是上好上先进的即个武器，这拢是因的困难，因拢无法度用。所以基督徒需要甲以色列人共款来学习，来挖科学。那甲今仔日过红海有啥关系？咱有想着你主要看吼，那伊还未拄着大水、大雨的进程，上帝叫伊着爱做对无？伊倒去做厝，伫山顶做。我古早拢共笑讲，你伫文化大学读迄个学死。即摆我甲阮囝找阮第二后生去印第安纳读迄个海洋生物学系，但是因有 lab 啦吼，共款啊，你感觉足奇怪，你是哪伫迄个无挖克海水的所在咧做船对无？但是那顺福，伫困难的中间，咱要挖克第一功课就是顺福。这嘛是用那在学习的物件，也是讲伊咧对抗物件，伊无顺风，看起来。做一个先知，上帝甲呼召，伊叫安尼来走，所以了伫即个约拿书第2章，伊了真侪时间去体会上，然后伫迄个阴间的权势中间，拍败了。阮都嘛是安尼啊，阮对耶稣基督3当久的时间，有一个是彻底失败，有一个失败一半，然后佫悔改，但是对咱来讲嘛是安尼，无论咱军队驻几冬，咱当做基督徒偌久的时间，咱拢爱逐工来学习，我去工作工作，因为逐工拢有咱要面对的困难，每一工咱的红海拢无共款啊，每一工咱所拄着的风险也拢无共款。咱看以色列百姓，因安那，因过红海，因需要过约旦河，这两个真大的挑战啊！伫约书亚书第3章的经文里讲到约旦河，我感觉约旦河虽然是较无红海遐尼大，但是因所要面对的困难嘛无拄较少我想讲是共款的挑战，共款的挑战。咱有迄个信心的工作对，过红海嘛是共款咱有看到过红海啦因需要安尼伫迄个硬安尼长滚的即个中间，就要想讲摩西一个管遐闭咧水就开开。照圣经的形容，水亲像壁伫车。上帝伫4000年前度，因看3D 动画。咱想看卖啊，咱要安怎行过，咱袂惊啊。就算迄个涂骹真正足干，找一工安尼足干，那咱要行过，敢袂惊？水就伫边咧。咱会当倒转去看迄个出埃及记迄个电影，咱去体会，迄真正是足大信心的考验，要学习挖科学，迄真困难。我体会着讲，亲像咱即摆咧面对即个武汉的疫情，咱完全毋知影迄个背后到底是啥物。科学家咧研究，伊嘛是有足大的困难，咱毋知影呢。有足大的困难，有足大的无确定感，无确定感。以色列人行伫即个红海水伫边啊，伊嘛足侪无确定感啊。因的烦恼是对毋对？对啊。回头看到遐埃及的600台战车安那，就是因烦恼的嘛，水淹倒转来，敢毋是安尼？当时要淹 ，I don't know， 无人知影。但是就是爱挖靠上帝，爱挖靠上帝，相信上帝，
伊要过约旦河的时阵，咱来看迄个经文。约旦河水还阁伫遐窜流，约书亚讲行咱来过，要安怎过？当迄个扛约柜的人脚一打落时，水滚去，迄是足大信心的条件，敢毋是安尼？吼，对伫今仔日的经文所记载的，对伫因到落尾共款的经验，去伫约旦河的时阵，要甲咱讲一项代志，我靠上帝就是全然将咱的手交互伊。全然甲咱的手交互伊，互上帝去担咱的责任啦。所以耶稣甲咱讲真清楚啊，你若安那劳苦背重担，来到伫我遮，你就要怎？一定。天阮的天父，阮感谢你的恩典，透过3、4千年前埃及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因所经历的。今仔日也咧对阮讲话，你是迄个永久之地，无有改变的上帝。你永远要保守阮、带领阮，但是这个保守毋是阮会通做阮家己所爱，你爱阮对你的脚，你爱阮来顺服伫你的旨意内底。主啊，求你来帮助阮，特别是阮当阮今仔日咧面对即个武汉的肺炎的时阵，阮需要你满满的恩典甲阮生活。你知我是软弱，但是你嘛甲阮讲，你要搁一摆搁一摆来体谅阮、饶恕阮、赐落恩典阮，亲像伫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共款，因一摆搁一摆伫遐嗨惨伫遐骂。你永远享受因恩典，即个提醒阮现代的基督，阮要安怎伫阮的生活中间，交阮的手互你，用阮的眼目来看你，无看阮的艰苦。求主你帮助，特别是将即个疫情甲阮所面对的即个野火来献上祈祷，救主。你会通解决所有，主你来帮助，阮会通伫你的保守的下面度过阮现代的安排。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免。咱时代吟诗297首，至大上帝愿你创造，至大上帝创造。
直接咱来奉献。像是阮这个时间，阮的心灵，就你的话的论点，阮有快乐，阮主啊，阮感谢你照顾阮，同时阮嘛要求求你，求你看顾遐灾难，检菜是地铁，我来来来，检菜是大风大水，检菜是大火，检菜是大，你台我台是歹个。这拢是魔鬼的作用。主啊，侪人伫这个世间目睭开，将魔鬼的带去到地决定论的路，求主你点醒伊，叫伊起来，互伊照上帝你的话来行。我们伫遐，无论大水，无论什么款，我拢要平安。我的心灵得到你的照顾，我的心底有喜乐活泼。感谢你赏赐我的家亲因。也献淡薄伫你的面前，求你欢喜感觉阮所想。我来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阿姐。这里，去关怀。来咱即几礼拜天气的炎热的关系，造成加州出现这个大火咱应该拢有看到足侪迄个图片，迄个真侪所在拢安尼，无安尼有一个朋友传迄个啥旧金山的迄个金门大桥，安尼根本就是暗无天日呢，规黄蒙蒙咱为着这来祈祷啦，这是有史以来上大一摆这个大火，真需要上帝。咱开始来回复开始这个礼拜平日咱开始，咱就要来两方面拢进行，请咱邀请兄弟姊妹尽量来到礼拜日咱的牧师娘妈妈9月7到伫台湾过世，9月20要举行这个葬礼无法度转去，咱请。对好，咱开始恢复这个实体的礼拜，甲网络礼拜进行。咱的牧师的录影了后，要送一个较完整礼拜的影片，但是 live stream 可能声会较无齐，所以鼓励咱尽量来参加实体的礼拜因为咱的教会 capacity 是144个，那照政府的规定1/4，咱会当35个到40个这种所以咱拢无问题鼓励咱转来，奉献同款，你若转来遮做礼拜，就是较奉献；若无你就寄来教会，也是寄互副会长了。咱过来18号有要来分享保罗第一届宣教的语言这个牧师长有去寄迄个地图咱看，你读圣经的时阵照迄个地图去看，
咱的意思较清楚吼。请若有特别的安排，会当讲互师知影吼。伊只要邀请咱的刚刚加入的服侍的行列啦，就是我想讲，咱个咱拄备一寡私会的人才吼，咱会当较济刚刚的问题若有一寡较济的服侍的中间，咱来想看要安怎有刚刚帮忙即个video方面，咱来做吼。好，咱前礼拜出席是23人，即个网络查经13人，访问80人，直接说提一个就是讲，你若会当做礼拜上好啦，最近听讲检物件，拢无介稳定，所以今日的机票检无，来伫遮做伙做敬拜上帝，这做目前迄个意义更较大吼。后礼拜的即个服侍讲道的资料伫即个所在吼，牧师长有叫你update去做吼，好安尼。服侍的刚刚的名单伫这较红色的礼拜，请有咱家己注意吼。好，来牧师娘。咱来读听这个经，第4篇103篇，03篇11节到11节到13节。因为天地规地遐尼宽，耶稣来对敬畏伊的人，也是遐宽。老爸在因为伊的囝子，也无话宁愿敬耶稣，因为天地规地遐尼宽。耶稣来对敬畏伊的人，也是遐尼宽。老爸在因为伊的囝子，也无宁愿敬畏伊的人，也是安尼。这个真快。请咱来听最后上演513首愿祝歌，祝福保护与要财牧师的讲。愿天父稳定甲咱三角地地，守住对天顶的平安甲喜乐，互咱会通领受对这条到永世代福气。阿门。那谁？
好，今日拜到这，我先来关 live stream 了后，咱来甲Vicky 祝生日快乐啦吼！嘿嘿，今仔日拄好伊的生日，我小关一下嘿。怎么跑出他来？